中東戰事進入第13日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首度發表聲明，表明會持續攻擊波斯灣鄰國同埋區內嘅美軍基地。有專家認為，要認真看待伊朗無人機對美國本土嘅潛在威脅。星期日接替已故父親哈梅內伊出任伊朗最高領袖嘅穆傑塔巴，通過伊朗國營電視台宣讀聲明，表示要為戰事中每位死者報復。伊朗將持續攻擊波斯灣鄰國，又話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作為施壓手段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媒體表示，美國係全球最大產油國，會受惠於高油價，但強調更重要嘅係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同埋摧毀中東。能源部長賴特承認，戰事對原油供應有重大干擾，但影響只係短暫，呼籲民眾要忍耐。以色列國防軍星期四表示，已經摧毀伊朗2/3嘅彈道飛彈發射裝置，同埋約80%伊朗防空系統。以軍同時擴大針對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喺黎巴嫩嘅軍事行動。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市中心一棟住宅大樓中彈。英國軍方則表示，伊拉克北部一個英美部隊基地遭無人機攻擊，多名美軍受傷，傷勢並唔嚴重。位於巴林嘅石油設施亦成為無人機攻擊嘅目標。CNN 報導，更多金融機構包括高盛已經指示駐中東員工在家工作。花旗則由星期4至星期6關閉阿聯酋大部分分行同埋理財中心。CBS 新聞確認，聯邦調查局曾向加州警方發出公告，指伊朗喺戰事爆發前計劃，一旦遇襲就嘗試對美國西岸發動無人機突襲攻擊。有作戰專家認為，要嚴肅看待潛在風險。What we'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precision systems that have small conventional warheads on board that can target high-rise buildings or key critical infrastructure. 不過報道引述執法與安全官員相信，目前並冇即時威脅。